Hello，今集帶大家嚟食深圳嘅Omakase。除咗價錢夠平之外，而家仲開放咗單點美食，時令嘅食材夠晒新鮮，所有師傅同樣喺你眼前即整即製，最平去到198蚊都有交易。想嚟深圳食翻一間有質素嘅日式餐廳，記得今集慢慢睇埋落去啦。我哋今集要介紹嘅就位於皇庭廣場嘅知享滿。嚟嘅方法好簡單，福田口岸搭2個站嚟到會展中心，就算羅湖口岸搭一條線同樣過到嚟會展中心都係15分鐘。會展中心嘅 C 出口一出，基本上皇庭廣場大家都非常之熟悉啦。但係知享滿係位於 R 樓層，最快嘅方法就喺盒馬嗰邊上2條電梯，上到大廳位置，呢度就好多金鋪嘅。再上多一層就位於 R 樓層啦，唔講大家都未必知啊。而呢度亦都係皇庭廣場嘅最頂層天台層。哇！今集我哋公仔頭帶你嚟食Omakase啊！呢度仲要勁近啊，就喺皇庭廣場啫。呢一間叫做知享滿，喺深圳嘅Omakase原來平到198蚊已經食得到啦。好少少有300幾、500幾或者1000零蚊嘅雙人套餐。比起香港啊，真係平2/3有多啊！今集睇下呢一間係咪真係咁抵食同好食先。知享滿嘅Omakase有多種選擇，全部價錢都明碼實價。部分有啲餐單星期1至5過到嚟，第2位啊168蚊咋，對比香港啊起碼平一半。而家佢哋仲開放咗單點美食，店鋪環境呢有主要嘅吧台位置，可以望住廚師一路整嘢食俾你，又可以同你傾下偈玩下喎。中意2-3個坐低慢慢傾下偈咩？呢邊亦都有好多唔同嘅特色卡座，甚至乎多人啲過嚟，仲有唔同嘅包間可以俾你選擇得到。如果坐包間，私隱度就更加高添啊！咁其實店鋪呢，坐低咗就會派唔同嘅餐單俾你嘅，有平有貴，最簡單198蚊都有交易。就算叫到最貴個餐都平香港一大截。如果大家唔想局限住餐單入邊嘅嘢，而家店鋪仲開放咗單點美食。而食Omakase最特別嘅就係喺吧台望住師傅每一道菜整俾你食。就咁望住佢手握壽司啊，真係食指大動噶。而Omakase另外一個好處就係店鋪會將當日最新鮮嘅食材擺晒落去餐單上面啊，所以無論大家食邊一個餐都好，都可以食到最新鮮最頂級嘅食材。有時拍出嚟嘅畫面呢，真係冇得呃人噶。呢一度嘅海膽我試完之後，直情俾極高嘅分數。中意食海膽嘅朋友千祈唔好錯過。除咗望住師傅一直做俾你嘅時候，佢仲會講解所有嘅食材食法。呢一種服務你喺深圳幾百蚊就有交易啦。店鋪就開11點半。當日其實我哋大約呢一刻拍攝時間都係12點，已經坐滿晒半個場啦。事不宜遲，即刻同大家介紹下知享滿特別出名嘅食物啦。眼前呢個魔法書就犀利啊！炭烤牛舌、菇菌、時蔬喺晒入邊，真係非常之神奇。廚師點一點火咋，菜式就出現喺你眼前啦。作為男士嘅大家，如果要氹一氹你嘅伴侶，淨係呢一個菜式都足夠啦。噔，有冇睇到石先嗰個畫面啊？呢個真係不得了，用火一燒出嚟，原來就係呢個魔法書之炭烤牛舌啦，仲有菇菌同埋有埋時蔬。哇！頭先嗰個畫面，我真係估唔到，原來裡面係全部都係牛舌嚟嘅。睇下，即係淨係厚切牛舌啊，幾大片，對住我隻手咧就知道佢有幾厚幾大片啦。試下先。係跟住醃咗好濃味嘅炭烤牛舌啊，帶少少鹹，完全唔使落任何嘅調味料，即時食得啦。之後呢一款叫做海膽鯛魚蓉魚生時蔬羊塔塔，係我食過差唔多最鮮嘅其中一款啊。而知享滿呢一度所有個Omakase或者你單點嘅美食都好啦，全部都係用上時令最鮮嘅食材，所以先至出現咁好食嘅畫面。又一個新嘢啦，見唔見到幾足料啊？呢一個叫做海膽鯛魚蓉魚生時蔬羊塔塔，非常之特別啊！佢下邊係用魚肉餅去製造㗎。
中間就係鯛魚肉，上面就係海膽啊，最底係塊紫菜，仲要熱辣辣嘅個魚餅，等我試一試先。呢一度嘅海膽質素真係好高，嗰陣海膽味鮮而流嘅，一啲怪味都冇，係勁香嘅海膽，同埋個魚蓉魚餅加埋都好 match，哇，好鬼好食啊！呢個好高水準啊！呢度啲菜式好鬼正。而Omakase一路可以望住廚師製作你嚟緊食嗰款菜式，個感覺又真係好奇妙。因為有時好簡單嘅食材，可能佢哋都製作一定嘅時間㗎喎，但係原來加加埋埋就係一道最終你食到嘅菜式，嗰種感覺都相當之奇妙。而家知響滿又唔一定要食佢Omakase入邊嘅餐單，全部可以單點唔同嘅美食，自由度相當之高啊！呢一個厚切鵝肝手持58蚊咋。仲有大家如果唔夠食，可以試下呢一個五彩繽紛彩虹塔塔，一架鱈魚片做嘅船仔，上面會有魚蓉、大蝦、芒果、牛油果、海膽。最誇張嘅就係如果大家覺得唔夠，仲可以另外再加一層海膽添啊！而知響滿呢度唔好以為淨係得刺身啊、壽司呢啲選擇喎，佢仲有好多熟食同埋其他唔同嘅美食㗎。好似眼前呢一個啊，小青龍半邊燒，又係夠晒體面，夠晒好食，又係啲名貴嘢啊！雖然我拆咗一半咋，呢一個咧用備長炭嘅燒半邊嘅小青龍啊，一上到台咧係勁香啊，仲要熱辣辣啊！我真係忍唔住要即刻食啦。食到有鹽燒嘅味道啊，同埋上面呢啲咧好似芝士咁樣，好濃味，好重味，好新鮮喎！呢度啲海鮮，呢隻小青龍係勁好食喎。仲有眼前呢一個叫做六月王蟹黃稻庭烏冬麵，其實選擇真係相當之多啊，連蟹黃撈麵呢度一樣都有。熱辣辣嘅蟹黃蟹粉撈埋日本嘅稻庭烏冬呢，個感覺又完全唔同。好簡單，啜一聲，一啖就吞咗落肚噶啦，勁重蟹黃味。而始終有時每個人個食量都唔同嘅，如果Omakase嗰個餐食完都係爭少少呢，大家仲可以全部嘢都可以分散咁叫。我自己就非常推薦呢一啲串燒啊。眼前呢一款叫做紫須雞腿肉串同埋京葱雞腿肉串就比較 basic 啲，肉質鮮嫩同爆汁啊，夠晒飽肚。如果中意飲酒嘅朋友，之後嗰兩款就一定要試啦。雞腳筋串，每一粒都好似軟骨咁樣咔咔聲，好好食噶。而講到 MVP 嘅串燒，一定係佢啊，豬鼻筋串。呢個部位聽都未聽過，但係非常之軟糯，好好味噶。好，咁今集知響滿就介紹到呢一度啦。自己任選嘅Omakase係咪好特別先？大家有機會記得過嚟試一試啦。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